今年 APEC 会议结束了，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主动公开伊甲台湾代表林信义的相片，慢慢讲台湾甲日本会当来深化合作。咱台湾甲日本的民间本地都有真侪交流，依然所有公所伫初二嘛去访问姊妹市石湾岛，来庆祝双方30档的友谊。伊嘛管17万的代表来协助华人的灾民。 日本石湾岛一年一摆岛际系列活动，初二伫石湾市中心起过，连关所有镇公所由镇长李明德带市政交流团13个人，含所有农会、乐民国中小的老师做伙来参加。李明德和石湾市长中山义良伫新园宫做伙采第1名纪念碑的石板，纪念所有和石湾市30年来的友谊。中山义良嘛，甲市役所捐款箱募集的88万日票，大约代表17万的善款，交李明德要协助花莲的灾民。当遭逢重大灾害的时候，彼此总是能够立即伸出援手。 这份温暖的情谊实在是非常的弥足珍贵。APEC 台湾领袖代表林信义伫韩国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做伙翕相，希望台日之间会当进一步深化实务的合作，民间的合作嘛会当继续深化。所有进石湾市希望永遠是好朋友。姉妹都市提携から今日まで人民そして市民の相互の訪問をはじめ、経済、文化、観光、教育など。 多彩な交流を通じ友情を深めてまいりました。所有人和石湾市每10年要递过一摆有关经济、文化甲教育这块领域的备忘录。两个城镇除了深化既有的市政教育、贸易、文化甲运动这块领域的交流，嘛伫顶个月正式签署两地灾害防救合作的协定。希望未来若受灾害，双方会当增加外援为对方出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